都我那必然我这片留了我收到了面我收到脸嘛，第二个收到，我也就是收到了，弄到我酒店，那时候弄事，阿拉不弄事，这来收到上个收到吧，有面比嘛，兄弟打一台呀，主办皮咯，苦啊把的我变没有气咯。那个的被人追迷了，谁不着了？没皮闹嘛，过来那个黑要漂亮些，男女的交配不小了些。well， 那时候能相信，都在一个都给小了，美国米小马呗，手机的这要小马呗，那时候米对的呗，没告诉妈妈我小了呗。这个片蛮杀人，青蛙乱了播，嘿，你们美国很开心啊，嘿，谁敢的切路啊，谁家演的演啥钱？钱可别了多，其实不敢对标啊，都想的多你也俺年纪懂了你们帮，嘿，都有喜悦不愿最好。嘿，啥都叫我这个爷，有没有贴近谁？推我下楼，嘿，那个小瓜子，在哪里？我没需要人就爱理由，哦，那个人阿龙，那个有黑比如哦，那个被地马的，阿不丢，嘿，地上被我先拿的，被拿的，那个人家不会听话的，阿龙的，你把的，哦，你还累的呀，哦，那给里面阿龙给一下，嘿，三来这个路被他三来送的回头了。这边你那个闺女呀，好像没嘞，你还没结婚没？哦，对，阿龙没，对哦。所以早的每天洗个表带你个表妹，我是刚给的漂亮的照的，要妈妈的，不管明天他来哪里面吧呗，我姑妈地的不要哪里面给的，别别问打把鬼，我掉下天天手臂我的压力，不要当了手里压给阿龙的家吧的，手臂打个后面当晚上给打吧，那边打吧，没呀上嘛得秒抓开，没呀老弟我这秒抓的呀。没也没呀，好嘛，是秒抓给，我非要是秒抓给，知道来，现在找你们你来我表姐的，我们俩把你们地我啥都晓得呢。那干嘛朋友没来收一下来嘛，人这种家里表姐的啊。